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。所有的属灵操练中，祷告是最重要的。借着祷告，使我们与神连接，生命中不知不觉的更新变化，渐渐活出神儿女的形象。接下来，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：为着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来祷告，感谢、赞美、认罪、悔改；为着教会病痛凶劫得医治来祷告；为着教会事工和国度福音来祷告；为着今日主日礼拜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你做母子，使我们不致缺乏，是配得所有的赞颂。我活着就是来赞美你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的骄傲，自以为意的态度，求主来赦免。无论是在长期静养、康复中，求你经过渐进的治疗，求主你医治到完全。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事工，都能合乎神你的旨意。求主赐下一颗谦卑柔软的心，在我们心中，虚心领受你的话语，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上。主啊，谢谢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，单单的渴慕敬拜你，单单的来仰望你。也求你看顾在病魔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，求你拯救他们，求你的医治大能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不受病痛折磨，乃是要领受主你的救恩。也求圣灵经历我们内心的热情和渴望，更多与教会连接，发挥各样的恩赐，委身于神给教会的使命和意向。我们也愿意做你福音的大使，把福音传给人，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。主啊，求你将属天的祷告能力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在祷告中带出你的大能和恩膏，使人得着救恩、医治与释放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我们请会众一起站立，来敬拜、赞美我们的神。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代价，担当我罪和羞愧，使我完全
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因你受的惩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你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是你为了成全我们无比的大爱。我们愿降服，高举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！你是习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主，将一切荣耀归于他，因为这里有
在的时候，这里就有充满你。